到早。现在又是前甲之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呢，已经解说个正文第48页，解说个正文第48页，上解每一段，上解每一段，就是解说个奇定奇思。即摆呢，就要来说来解说下面，下面就是书曰：逆将玉传来，应是世作，对曰不是。书曰何得不是？对曰未说即是，说了不是。即嘛应该呢，就是要来解说这个道理。这段呢，就是新秀大师有一日啦，来叫伊的文人叫做讲做志诚，去六祖的所在听法，而且甲交代讲听来爱甲记起来，转来呢，搁再对讲。那可见就是讲新秀大师呢，还是真正羡慕慧能大师的法。这位志诚来了呢，因为伊无甲伊讲伊是对倒来，六祖慧能大师随时都甲伊讲，咱这个法会中啊，有人伫遐一个头发啦。也志诚一出来礼拜了，就将伊的师父新秀大师交代伊来亲近的代志呢，来婉转啊，甲伊说明出来。这是咱前面所讲。说咧，书曰逆将玉传来，应是世作。书曰就是讲六祖慧能大师就安尼讲啦，讲你啊，既然是将玉传来，这个玉传就是讲玉传寺。玉传寺就是在荆州玉传寺，也就是新秀大师弘法的道场。这间玉传寺毋是讲新秀大师自己所起，乃是本来啊，在北方呢就这间真正庄严的宝刹，只是讲请新秀大师在迄个所在来弘法。也即马慧能大师就讲啦，讲你既然啊是将玉传这个所在来啊，应该呢就是属于世作。那这个世作啊，就是咱现主时所讲的间谍的意思。讲应该你就是一个间谍，就是讲你呢是要来遮探听我到底是如何来弘法的，要自我遮弘法的情形，要提转去啊，要去甲新秀大师讲，所以才讲做应是世作。不过这段话到底啊，是毋是六祖慧能大师有安尼讲呢？咱啊，在这个所在啊，应该呢，搁再进一步来甲伊想看卖。那既然是六祖慧能大师，伊有神通，那到底伊是毋是世作啦？应该可以了解。尤其是做一个祖师，也毋惊讲啥物人侵入来做间谍。那样讲呢？既然法这是真理，那是公开，什么人来得法都拢是共款。也可以讲，在慧能大师的所在，根本呢无什么款的秘密啦，惊去会漏泄出去，所以根本都无需要考虑是毋是世作这个问题。那这个世作这个间谍是在什么时阵才有效呢？就是讲两个对立的团体，也家的团体要了解伊个团体情形，要无法度了解呢，就叫一个啊来暗号伊本身的身份，安尼呢来侵入去迄个团体中，也去了解。那了解了呢，自这个情形啊，再个摕倒转来互家的团体，摕这个情报来。这个情形，譬如讲国与国的中间，一个国家甲一个国家的战争，在战争除非啊，自己的武器、自己的武力爱真正坚强以外，当然也要了解对方
伊的战略的情形，对方的武力的情形。要如何去了解呢？当然呢，都是有需要来派迄个间谍去甲伊参透，去了解伊的军事施设啦、种种的情形啦，也自这个情报呢送到等于自己国家内底啊，会当呢，互伊作为对付伊的重要参考，或者是讲在一个团体甲一个团体中间的竞争。咱过去譬如讲在生理场内底。平面共款生理，大家伫咧相拼，到底伊为什么他会拼赢我呢？伊是用过什么款的步数来呢？你必须要了解，必须了解呢，就必须派一个人入去内底啊，去甲伊收集这资料，收集这情报。那在这个情形之下呢，这个细作，这个间谍才有所作用。六祖慧能大师伊的法是现讲什么人都来甲得。伊的法根本是无秘密，在前面呢已经讲过，讲密在里边啦。我的佛法是公开啊，根本就无秘密，所以讲讲密唔密呢，应该就是在你本身。意思是讲，我所讲的道理，你若是会当体会，那就无秘密咯。事实上，我所讲的道理，凡是拢公开讲的啊。要人前面讲秘密，乃是你本身的无了解，在这个无了解的所在，感觉讲，这是真正神秘性。所以呢，六祖慧能大师应该呢是无需要考虑讲是毋是有细作的这个问题所以这段话到底是毋是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呢？因为慧能大师的六祖坛经呢，这是以后的人所记录的而且因为六祖慧能大师伊是真正有名，可以讲是禅宗是以六祖慧能大师作为代表。所以，到目前所流通的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有足侪本，也就是讲以后经过真正侪人的手整理过所以依照我的看法，这段文应该毋是六祖慧能大师伊亲所讲的话。那么，咱从这个所在呢，也应该了解一个事实，就是讲六祖也好，五祖也好。伊伫咧传法应该呢，毋是讲有啥物款的秘密性。五祖传法六祖虽然是讲半暝传，但是这并毋是讲因为法是有秘密，传法惊人知，所以才秘密传。伊当其时就是讲六祖是在净虚境伫咧精美的一个人，内底搁再有身手上座，搁再有其他真正侪已经拢在五祖门下出家修行真久啦。将这个法呢来传予一个才来8个月的一个做工课的人，恐惊也引起寺内其他的人的不满，也对六祖呢有所伤害。五祖是考虑这点，为了保护六祖的安全，所以才半暝将法传予你。但是以后呢，有一寡副佛法的外道就讲五祖传法予六祖是暗时秘密传。门关起来，也袈裟围起来，秘密传所以现主是呢，因爱秘密传法这个秘密传法呢，就是禅宗的法门。这款的讲法呢，可以讲是完全的错误。法本身就是真理，真理是遍在宇宙间，完全是公开的物件，绝对无什么款的秘密所以以后是讲有什么秘密传授那这完全是无符合佛法。关于这点，咱一个学佛修行有正知正见的人呢，咱必须来了解。我在这个所在做这款的补充呢，咱各位一定爱当好来，确实来体会这个道理。下面对或不是，因为六祖慧能大师讲你是细作，迄当阵智成就甲伊讲不是对于这段文就是讲逆中局传来应是细作起。甲秘说即是说的不是这段我对这已经讲了啦。这可能呢，毋是六祖慧能大师甲智成的问答，可能就是讲以后的人搁再插落去。但是不管如何，因为有问题这个所在，所以咱仍是照这个文来念，照这个文来解说。对或不是，就是讲这位智成就该回答慧能大师讲毋是啦。是或何得不是迄当阵慧能大师就讲你为什么讲毋是讲你着点点来，你也无讲你是伫倒位来，当然就是细作咯。你太讲毋是呢？
对曰：未说即是啊，说了不是。迄当时阵，智成就甲伊讲啦，讲在未讲以前应该是是啦，但是讲了就毋是。意思是讲我来时阵无甲你辨明讲我是对来，就随大众参加讲经法会来听你的法。那在迄个时阵啊，你会使你甲当作讲就是一个细作，当作讲就是一个间谍。但是你讲有人来偷法，我就出来啊，诚诚实实来向你顶礼，搁再向你说明我的来意。那既然甲你讲出来，当然就毋是细作咯。这位智成啊，所回答的是这个意思。那事实上，书院你将玉传来去，甲说了不是这段文啦。应该呢，在咱这部六祖坛经讲起来，毋是一个重要的文。那甲人讲，若是互我过来重编这部六祖坛经的这段文，应该甲伊去掉，因为有这段文字咧啊，好像讲对六祖慧能大师的人格一种的损害就变成讲六祖慧能大师敢真是心量真正矮讲人来就是这种间谍啦所以这段文啦，差一个所应该呢是无够理想，就是我的看法。做这个看法呢，提出来，互咱各位做参考。下面书曰：逆书若为是种。既然是将新秀大师的所在来的这个志向，慧能大师呢就问伊啦，讲逆书就是讲你的师父新秀若为是种，这个若为就是如何的意思。讲你的师父是如何啊来开示恁遮的大众？一句话讲就是讲恁师父是安怎样伫咧教化恁？对曰：上智慧大众，自心看净，中做不误。对曰就是讲这个智性就该回答就安尼讲啦。讲上智慧，这个智就是知识。会就是教诲，讲我的师父呢是常常来指示、常常来教诲大众，爱来自心看净。所以，就讲做自心看净呢，就是讲将心住在这个所在。看净就是讲去看迄个净的迄个所在。安尼名叫做讲做自心看净。中做不误，就是讲爱常常坐咧，也毋通困，毋通倒咧困。中做不误，这就是不多单啦。若是讲永远拢是坐咧，拢无困这个名叫做讲不多单。在现水市符文中呢，也有人修这款的不多单的苦行。这款的不多单的苦行是毋是就是遮所讲的中做不误的影响来呢？事实上，咱教主释迦牟尼佛并无叫咱讲你坐咧也拢毋通困，并无安尼甲咱讲法。那这个自心看净，就是讲心呢，在迄个真正安静的所在，在迄个安静的所在将这个心住在迄个所在，也每一日长久坐禅，连暗时呢都无困，安尼来专心意义来去修行。这呢就是这位新秀大师所开始大众，将智成所讲这个话呢，也可以了解新秀大师呢，也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所以叫人中做不误。尤其是新秀大师，伊是站在修行的立场所以当然对修行的功夫、修行的功行伊非常的注重。一边书曰：自心看净是并非善，中做苦心以利何益？书曰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就来甲讲啦，讲这个自心看净这是病毋是善。也
中作苦心呢，以利何也？就是讲一直坐，也拢无困落去，安尼是拘束这个身躯。安尼对于道理，对于所谓的真理啊，到底有什么款的利益呢？是无什么款的利益。约略做法讲起来，无论是主，无论是观，主心观正啊。那么这个主心观正，这个观，主甲这个观呢，拢是一种的这个相变。就是讲，这个新秀大师的看法，意思就是讲，本有的佛性虽然是清净无染污，但是要现实讲起来呢，咱是在妄念烦恼中。伊呢就真正重视这个妄念烦恼，为着要把这个妄念烦恼给去掉，所以就好好来修行，所以就必须爱自心观正。新秀大师教人爱自心观正，伊的用意，伊的出发点呢，就是在这个所在。但是，就做佛灵大师认为讲，这个妄念烦恼本来就是空的，所以呢，伊无重视这个妄念烦恼。伊呢，就是希望大家会当好来悟着自性，也使这个自性开显，在日常的行为上会当好来显现出来。就是讲日常的应用呢，就是属于自性的应用，自性的妙用，也就是在金刚经的八界妙用啦。因此呢，就将这个自心观正当作本我呢，该当作讲是一种的善病，安尼来去摆脱。对于这个自心观正的这个问题，在顿悟入道也文论内底有安尼讲，有一个假设的问答，问就是讲心自何起则住讲这个心应该是爱住在什么所在，这个就讲住呢？咱普通直直讲做安住真心啦。应当是爱住在什么所在就对呢？回答就是讲住无住处即住，讲安住在迄个无住的所在，就是安住这个心啦。就是叫做讲的住心的住啦。我再进一步问，讲什么是叫做无住处既然叫做讲做爱安住在这个无住处但是什么叫做讲无住处呢？回答就是讲不住一切处就是住无住处。讲无有住在一切处，无有安住在一切所在，就是安住在迄个无住处。我再问讲，因何是不住一切处？讲什么是叫做讲做不住一切处呢？安怎才叫做无安住在一切处呢？回答就是讲不住一切处就是心呢无有住着在善恶，有或者是无，或者是内面外面中间等那换一句叫做讲做这个不住善恶，就是讲心呢无去分别讲是善或者是恶啦。心呢也无伫在咧善的所在，也无伫在恶的所在，也毋是在内面，也毋是在外面，也毋是有，也毋是无，也毋是中间。在《楞严经》，咱教主释迦牟尼佛对阿难尊者来破这个妄心无处，内外中间7个所在拢可以给破掉。是啥物原因因为既然是叫做讲妄心，就是希望不实的物件。既然是希望不实的物件，哪里有讲伫倒位呢？就等于讲咱暗是迷茫迄个境界，那迄个迷茫境界到底是伫倒位？有一个所在无？根本无一个所在，因为迄是希望的，是一种妄境，毋是实在境。那不但是不住善恶有无内外中间，也袂使咧住着在空，
也袂使执着在不空，也袂使执着在定，也袂使咧住在不定。安尼呢，就是叫做不住一切处，就是无执着在一切处。也这个不住一切处呢，这就是住处。一旦安尼呢，名叫做讲做无住心。这个无住心呢，就是佛心啦。因此呢，慧能大师才甲讲住心观静啊，这是病，不是禅。因为本来就是不动，哪里有静呢？你观这静的所在，变成就是有动有静的对立啦。当伊是呢，心本来就是开显的物件，无受遮蔽，何观之有啦？也就是讲，你这个智慧啊，常时开显起作用，哪里有需要搁再起一个动念，讲我要来去观呢？所以这呢变成是一种的病啊，毋是禅。也就是讲，这是一种的执着。当伊是新秀大师的文学，拢偏在自心观静的病，也就是执着在自心，执着在观静啊。因为伊要有一个分别念，讲我把这个心啊安住在这个所在。用智慧呢，要来去观迄个寒静的境，那么就是讲心住在遐啦，心住在遐就一种束缚的一种病啦。六祖呢是要用过伊的药来对治迄个病，当然呢，毋是要将迄个法来甲消除掉。咱现主时呢无这个病啊，咱就毋通来胡白食迄个药，因为食迄个药啊，食毋着变成病。变成讲咱有迄个执着啊，嘛是不对啦。所以要究竟讲起来，自心观静，中做本我，这是毋对。但你呢，若搁再生起一个讲，我不自心不观静，安尼虽然你的执着毋是自心观静，变成在一个不自心不观静迄个所在，也有一个不自心不观静啊。这原来是一种病，所以咱伫咧学佛修行的人，若是咱初步伫咧学佛，这是较简单。一旦学到迄个心的真正微细迄个所在啊，那将这个有给去掉了后咧，真容易啊，着在迄个空，着在咧空也不对，所以就把这个空也给去掉，将这个空去掉，迄个所在可能呢。会着在迄个空也空迄个所在，虽然这个空也空的迄个境界也做一摆甲伊去掉，到完全无着，那这才是无简单。就是在前面顿悟入道也文人所讲的不住一切无论是啥物所在呢，都拢无甲伊分别，安尼才是对。所以你若是讲。自心观静不对，你即马就主张讲不自心不观静你讲做中做本我不对，安尼呢，我不中做也不合做上我这个合做无本我，安尼呢也是共款啦，是一种的一个执着。不过在这出来的做慧能大师呢，是用迄个自心观静当做本我呢，来甲伊反对，讲自心观静啊。这是病，毋是禅。中座呢是枯缩自己身躯而已。对于真理的了悟有什么款的利益呢？注意听先听讲，只有请咱各位暂停1分钟，我再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